今日咧，我帶大家嚟到加拿大溫哥華西區一間我心目中覺得係寶藏嘅一個日本餐廳啦，叫做 Raysu。如果你想揾一間適合小聚又或者係約會嘅餐廳咧，呢一間咧將會係一個幾唔錯嘅選擇㗎。我今日咧喺呢度點咗啲魚生刺身飯啦，有藍鰭吞拿金槍魚啦，啲啤梨咁樣做主角啦，配搭咗啲蟹肉帶子、甜蝦、海膽等等。油脂非常之豐富，口感亦都好順滑添啊！嗱，佢哋呢個9宮格嘅 Bento Box 咧，必要 order 嘅喎，一定要訂嘅喎。嗱，嚟緊大家都知道啦，暑假咧好快又結束啦，好快9月又嚟緊噶啦，時間都過得咁快，就好似大家都知道，你哋每一年賺錢報稅咁樣。嗱，今日咧我要教大家嘅就係點樣可以做一個超級大好人唔係超人係超級大好人就係點樣將你一世搵翻嚟嘅錢，瞓翻嚟辛辛苦苦嘅錢咧，點樣可以交多啲俾政府，俾多啲稅？你哋千祈唔好用咩慳稅計劃咁樣啦，千祈唔好理自己嘅退休金有幾多，最好就係交多啲稅，越多越好。因為我哋加拿大嘅政府最需要你呢啲幫手去養佢哋噶啦。你哋係做緊生意嘅，唔緊要賺到啲錢咪交多啲稅咯，冇所謂噶。退休唔使擔心啦，冇錢退休咪繼續打工咯。講慳稅做咩浪費啲時間啫？政府先係你最親嘅家人嘛，最好喺度幫政府準備多啲錢，俾多啲退休金交俾佢哋，等佢哋幫你花得開心啲嘛。嗱，以上嘅內容呢，我絕對唔係搞笑嘅，只不過係想話俾大家聽呢，你交多啲稅，最開心嘅就係冇錯啦，就係你嘅政府咯。但係咪真係有好多方法可以幫自己慳稅、賺錢、保障退休，同埋真正留返啲資產，就算自己用唔晒，都可以留返俾自己人、屋企人同埋親人呢？嗱，喺 VIP Money 嘅 channel 呢，我就會教到你點樣可以合法咁慳稅啦，點樣可以保障到退休啦，又點樣可以利用保險理財策略呢啲計劃呢，去幫自己創造財富，等你同你嘅至親至愛過得更加安心嘛。記住訂閱我哋 VIP Money Talk 嘅 channel 啦，一齊學做真正嘅理財 VIP。